在下唐太宗李世民，唔好睇我個名好似好古老，其實我係當年超有行動力嘅皇帝。玄武門之變一出場，我就直接攞咗皇位，效率比打機仲快。做咗皇帝之後，我就搞咗科舉制度，俾全部人都可以靠實力去上位，唔會唔公平。我嘅統治叫貞觀之治，就係一個字穩。百姓生活安定，國家超強盛，唐朝直接就成為咗世界嘅頂流。簡單嚟講，我就係歷史入邊嘅王者榮耀唐太宗。陛下，你係點樣去開創貞觀之治㗎？哦，治國係要以民為主，聽取咗群臣嘅意見之後，仲要減輕百姓嘅負擔，咁先可以令天下安定。陛下，你對用人有咩睇法呢？唯才是舉，百民出身，只要佢哋有才能，就應該俾機會佢哋施展，咁樣國家先至興盛。